香港數碼科技旗艦及創業培育基地，匯聚超過2100間嘅社群企業，包括超過900間駐園區同埋超過1200間嘅非駐園區嘅初創企業同埋科技公司。香港數碼港嘅願景係以創新科技為數字經濟同埋智慧城市發展注入新動力，引領企業聯通海內外市場。LikePick 係一家致力以生涯規劃測試工具為 DSE 學生提供最適合嘅大學選科規劃服務嘅科技公司，目前入駐喺香港數碼港。2020年 LikePick 成立，並着手收集大學生362學系11間大學各行業大數據，製作大數據演算法。2021年生涯規劃測試正式推出市場。嗱，咁目前佢哋嘅企業運營情況又點呢？如何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幫助學生做好規劃呢？接落嚟聽總台記者小項對 LikePick 公司嘅創始人黃守銘先生嘅採訪，聽聽佢嘅介紹啊。黃先生您好。你好，你好。首先呢，先幫我們介紹一下您公司的一些基本情況。可以啊。我哋其實就2020年成立啦。咁係一間生涯規劃方面嘅一間 AI 人工智能公司嚟嘅。咁我哋就團隊規模主要核心成員就4位啦。咁而家公司總共所有人就大概幾人咁樣啦，係啦，大概10人咁樣啦。咁然後就一直以嚟都喺生涯規劃呢一方面去工作啦，咁樣。咁而初嘅產品係一啲教育上面嘅產品嚟嘅，咁而一路陸續推出嚟，會包括咗幫中學去選大學嘅學科啦，亦都有幫大學畢業生去分析最適合嘅職業啦，跟住陸續亦都會推廣到其他嘅範疇啦。在技術創新方面有哪些亮點，或者說突破這些技術創新如何幫助公司來提升產品或者服務的這種競爭力呢？好，我首先講下我哋最基礎核心嘅技術啦，就係一個教育上面嘅人工智能。咁我哋其實第一個產品就係幫中六學生啦，即係高考生啦，佢哋進入大學之前，咁就幫佢分析所有嘅大學學科邊一啲係最適合佢嘅，咁就用咗大數據同埋人工智能去做呢一個產品啦。咁從而令到佢哋唔好揀錯學科，就唔好即係未來進入一個正確嘅生涯規劃啦。否則真係揀錯學科就會後悔60年嘅。咁我哋喺呢一度就做咗好多嘅落腳點啦、落墨啦。咁其實嚟緊亦都會擴展去到內地啦、大灣區市場等等啦。就幫內地嘅高考生去揀內地嘅大學，咁因為香港呢邊咧每年嘅高考生咧，即係 DSE 學生就其實得4萬幾人啦，咁而喺成個內地咧每年有1200萬個高考生嘅，咁所以嗰個人數係爭好遠咯。咁而另一個嘅亮點或者技術突破啦，我會話形容係2024年我哋亦都係向咗香港嘅服務少數族裔去做咗2個好重要嘅產品啦。咁第一個產品咧就係幫少數族裔去提升佢哋嘅中文水平。咁因為喺香港嘅少數族裔啦，佢哋唔識睇中文，唔識寫中文，其實有好多嘅，大概得2成識寫中文。咁變相啲老細其實都好難請佢，即係基本連寫單句都寫唔到啊，或者唔識睇，好難請咯。就算老細好想請少數族裔，咁所以我哋就住少數族裔最希望進入嘅6個行業啦，我哋做咗每個行業有幾個場景，每個場景都有好多對白。咁個對白咧就可以透過線下嘅語言卡啦，或者線上嘅一個 APP， 我哋做咗好多嘅練習，讀音練習，有廣東話嘅拼音啦，亦都有佢哋嘅語言，包括咗6種語言，譬如印度、泰國等等啦，就有佢哋嘅翻譯啦，知道嗰句係咩意思，咁從而令到佢哋喺好短時間裏邊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廣東話水平，咁就幫到佢哋揾到工咯。咁其實我哋已經有超過1700個少數族裔嘅用戶噶啦，咁
我哋都有即係計分嘅。佢每錄一個音，我哋都會計住分。咁而入邊有1300個少數族裔嘅，個分數已經係超過70分嘅啦。咁入邊都有大概300個少數族裔係透過我哋呢個 app 提升咗中文之後，就揾到其他嘅工作咯。咁而另一個少數族裔嘅產品咧，就係幫佢哋去揾實習啦，同埋揾長工嘅一個模組嚟嘅。咁透過嗰個計劃咧，我哋亦都幫咗300個少數族裔去揾實習個機會。咁亦都有30間公司係承諾會請少數族裔做長工咯。咁所以喺2024年，其實我哋就喺呢方面，喺少數族裔啦，同埋一個叫做voice to text， 即係語音變成文字呢一個技術上邊，就做咗好多嘅產品去幫少數族裔手咯。咁而呢一個技術亦都會係即係俾我哋2025年去用落其他嘅產品嘅。其實您的產品在促進大灣區這個深度融合上面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因為讓很多的人他開始能夠深度的去學習這種粵語，學習中文哈。那就是您剛才也提到了，其實香港的學生的數量其實是有限的嘛，因為畢竟人口總數是放在那裡的。那內地是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市場。那在2024年有沒有在內地開展一些工作？有啊，我哋其實喺內地都成立咗2個辦公室啦，一個喺深圳嘅前海啦，另一個喺廣州嘅南沙啦。咁其實一直以嚟都呢1-2年都喺度收集數據噶啦。咁啲數據就係喺內地咁多間大學嘅咁多個唔同嘅大學學科啦。咁我哋要知道佢哋喺個唔同學科讀緊嘅學生，佢哋關於嗰個學科嘅唔同屬性上面嘅一啲嘅分數話翻俾我聽啦。咁例如有啲學科係比較死記爛背嘅，有啲係消化要強啲，有啲令到佢可以接駁碩士嘅機會大啲啦，有啲係出嚟接駁嘅工作亦都會好唔同啦。有時係對數字啊、對人啊、對老人家、對動物等等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每一個大學學科其實每個獨立屬性嘅分數都好唔同。咁我哋就用咗好多時間啦，同埋金錢去收集呢啲數據啦。咁其實呢啲數據就係俾我去就快可以推出嘅一個產品，就係俾內地嘅高考生啦去分析最適合佢哋嘅內地嘅大學學科咯。咁而呢個產品預測應該2025年就會推出市場啦。咁呢個產品就係即係當然內地有唔同嘅產品都係幫人讀揀科嘅，咁但係咧就唔係用我呢一種嘅模式咯。咁通常佢哋都會基本會問學生嗰個成績啦，或者佢基本嘅興趣啦，就去推薦佢邊20個學科就係穩嘅，邊20個大學科係衝嘅，邊20個科係保嘅咁樣。咁又或者係投靠或者即係信睇一啲嘅短視頻啦，或者信奉一啲嘅權威人士啦，佢哋嘅一啲意見去揀科咁樣咯。咁而我哋呢一種嘅大數據嘅分析就冇嘅，咁所以我希望喺呢一個嘅維度上面去幫到啲學生啦。那您覺得在開拓內地市場和香港市場方面有哪些區別？比如說在產品的設計上，他們有相同點或者不同點嗎？有非常之大嘅不同之處嘅。咁首先就係嗰個大細啦，即係大學嘅數量啦，大小都爭好遠。咁香港我就算再揾晒所有大學啦，大專嘅學校都係得11、12間咁樣啦。咁而喺內地其實有800幾間大學啦。咁衍生每間大學亦都有好多學科，咁所以嗰個收集嗰個時間啦，或者嗰個難度都會高好多啦。咁其次就係香港嘅一個嘅聯招系統啦，就係相對簡單啲嘅，所有嘅嗰啲規則啊、計數方法啦，都係好容易地統一地去揾到資料啦。例如經過香港嘅JUPAS 網站，咁但係喺內地嘅大學咧就分散好多，基本上每間大學都可以話有少少嘅不同之處嘅。咁當一間學校有一啲嘅不同之處，800間大學嘅時候就係好多嘅不同之處，咁衍生出嚟就係要花好多額外嘅時間精神去處理佢哋咯。
就係咁。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您的这种创业感悟啊。作为一位在香港的科技創業者，那您在創業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一些深刻的感悟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呢？好啊，喺我嚟講，我覺得最深刻嘅係數碼港嘅支持啦，同埋城市大學嘅支持啦，因為佢哋嘅支持唔單止係網絡啦，而最緊要係真係同錢銀有關嘅一啲支持啦。作為初創最缺嘅就係錢同埋人啦、網絡咁樣。咁而其實數碼港同城市大學 Hong Kong Tech 300都係提供到呢一個嘅功效咯，先至令到我哋可以持續咁樣行咯。我都完全唔會定義自己係成功或者公司係好厲害咁樣，因為其實都係求生存。咁而呢兩間機構都令到我哋嘅生存嘅道路係可以有條路可以行落去咯。如果唔係會更加痛苦10倍嘅，係咯。咁呢啲係我覺得好緊要嘅東西啦，非常之感謝佢哋。咁亦都如果有意創業嘅朋友仔都可以認真研究呢兩個嘅計劃咯，確實係幫到好多人，幫到好多公司手嘅。譬如前排我都上咗去ViuTV 做訪問，都係透過數碼港嘅推薦咁樣咯。